你估做波海啲啊？好個老師哎，佢對起我姑娘都好，這個月後個玻璃對頭我上玻璃在了，好個老師我個一度，等到我個路的對起要過。如果不好的个学度，一个是古奇的，那结果你起码可能学说了，如果他不理呢？不要害结果，你好像说好像见到了告诉我，你可能起码会那个。如果聽我呢個攞到過，就快要到了。我就說到那個都學咗了那個，那個攞到冇學，都學得了鬼了。